这个放假，宽南市场有41个人确诊，中央甲地方举办记者会来说明。立委林长佐当场甲台北市长郭文摕来甲吐槽，甲呛郭文摕讲废话，结果煞颠倒互宽南市场朱立辉会长甲反呛甲呛回去。咱来看现场的状况。 那今天我们昨天晚上经过昨天的一天的筛检，那发觉了有一些的病例，那不管是在我们的北农的仪式或者就是在淮南在市场里面累积的案例都差不多有100例。那既然发现了问题，我们就应该积极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所以也跟那个柯市长也商量，那我们两边来设立一个联合前进指挥所。 那共同来面对问题。那大概上，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完成一些事情。我想时间上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焦土战术，你知道，这叫关门打狗战术。因为人太多了，每天有1万人进居，成员复杂，从那个承销商到捆工都有，所以成员复杂，那流动性太高。所以这个一开始就设定战略快筛一遍，疫苗打一遍。 PCR 再一遍，不过这个要等到 PCR 做完以后因为大部分会捞出来嘛。不过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是我们这附近的社区还要再筛一遍，这样会比较彻底。停市先3天了，因为这个环南市场跟嘉勤市场先停3天了。那果菜市场那边就按照 PCR 结果我们还是会扩大框列的，有确诊者旁边就给它框起来。配谁发现无？ 有哦，无嘛，无等我来听你，你骗笑的嘛，你该他们吐槽你嘛。会长，回了，不是我们会长，我给你吐。回长，等等，我们今天是中央跟你有来发南市，你敢关心一下？有哦，会长，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你这疫情你敢有来发南敢关心？会长，大家记得啦。我讲今天是我们会配合。我才来听你啦。我们今天是配合